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有一个假发套，与众不同，这时尚，求婚肯定棒啊，求婚肯定棒，哟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妖精窝呀，通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就等着被大卸八块吧。哎，不许胡闹，这可是我带回来的客人。什么客人啊？明明是你把我绑。绑什么绑？说你是客人就是客人，我邀请你来，你可不要辜负我的美意啊！以为自己武功高强就可以欺负人？这哪是欺负人呀，这是赤裸裸的调戏。哎，走慢一点。这位娘娘，这位娘娘。这位娘娘。刚才那个就是我呀，九尾姐姐，我去给客人准备饭。那我们晚上吃的是兔子呢，还是老鼠呀？哎，不，我不是。别胡闹。那我先去了。哎，你到底带我来这里干嘛啊？干嘛？当然是收徒了。啊？既然行了这么大的礼呀，那我就收了你这个不成器的小徒弟。来，起来。你这不是在强行收徒吗？你这耍赖！耍赖怎么啦？反正你是我小徒弟了。
哎，你发什么愣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我的悲惨历史而已。你不胡思乱想的话，今天的剑就已经练成了，不要在这磨蹭时间。不起来是吧？那躺着算了。睫毛这么长，你应该才是狐狸精。你想干嘛？你不要胡来啊！你要想继续躺着呢，我也可以继续陪你啊。方向反了。这把剑是……这把剑呀，是我们狐族祖传的宝剑。别说我不仗义啊，辛苦练了这么久，这把剑就当做送你了。你从七星山来，那这把剑便叫做七星剑吧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是你的祖传宝剑，我不要。给你是看得起你，你怎么这么不识趣？还给你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要。师傅给徒弟一点东西，天经地义。我不要。不要也可以。那要我还是要剑？行吧。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答应胡大神要帮他修屋顶，所以我先走了。那这把剑就当做你收下啦，小徒弟。我长得不漂亮吗？漂亮。那见过比我更漂亮的吗？没有。那这么漂亮的我跟你告白，你是不是应该感到高兴啊？那你像见了鬼跑掉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还没有领会我的意图，是不是啊？我来呢，就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但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？我喜欢欺负你，不行啊？我想睡觉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九尾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哎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啊？现在啊，像你这种大龄单身狐，真的是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。我看千峰就很好嘛，你怎么想？哦，我是在给狐族找个压寨夫人，但是呀，也得找个好看的才行。哦，有道理。那胡大婶，我走啦。哎，怎么听着有点怪怪的？胡大神，好巧啊，你也在。胡大神，那个九尾，虽然我不太听得懂吧，估计你没戏。啊？啊？哎，不是，没戏。胡大神，不是这个。九尾姐姐，外面有个奇怪的人在和道义哥哥纠缠。谁这么大的胆子，
敢跟我抢男人？走！师傅，我不想离开。游历完毕，迟迟不归山门，还留在外面待什么？其实，我喜欢上一个人了。孽徒，住在这里那是人吗？虽然他们是狐族，但并非是坏人。我相信他们是善良的。你忘了我和你说的了吗？妖就是妖，人就是人，除妖未到天之理。你想干什么？不想他死就放手。姐姐小心！看着长老，道一，你疯了！你答应过我会保护涂山的安全，这些承诺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道一，快醒醒！那不是真的你，道一！你们是妖，除妖未到，就是我的使命。我是灵狐之主，你要除妖，先杀了我！不好，他要用自己的魂魄封印十字妖星。九尾，姐姐。对不起。原来，总以为是因为你好看，我才喜欢你。现在看来，是因为喜欢你才觉得你好看。苗里，苗里，
王婉，苗里，来，我来帮你。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？你为什么要找白柔？你为什么要答应他的条件？可是你都因为我变成这样了，我怎么忍心看着你慢慢的？这是我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你看着我，怎么会与我无关呢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去找千佛？因为我爱你。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所以我要承担这一切。那你就能替我做决定吗？苗里，苗里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呐？哎，喊什么呢？我要见你们的长老。我们长老可没工夫搭理你们，省省力气吧，还是等一事一步完，你们也该被炼化了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要见长老。是啊，不要喊了。所以他说的对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，但至少在最后这时刻，我们还在一起的，不是吗？我们就静静待着吧。来人！少主，稍安勿躁。我要见长老。少主，你身上的符咒已经被解开了，长老说了，他也不会再对你动手了，只是你不可以离开这间屋子。我才是少主。对不起，这是长老的吩咐。到底想要干嘛？别说话，我身上的符咒已经被解开了，我不是那个白龙。你清醒了？抱歉，是我伤害了你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走。别碰我！先出去再说。少主，你身体还未恢复，就不要四处乱动了。扶少主回房间休息。我先扶你坐下。看来连白龙这次也救不了我们了，我们是逃不出去的。
老，狐狸！长老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龙族他们把灵狐大殿攻下来了，所有族人都被赶下山了。什么？现在村子也没了，家也没了。汪兰他还被压在灵狐大殿，怎么办呀，长老？先别乱了阵脚，我们先找地方把族人安顿下来再说，然后再商量一下怎么上山救人。嗯，走。终于把他们安顿好了，别累了。哼，那你早点休息。你跑去哪儿了？转老半天了。我渴了。还渴吗？要不要我再给你接一点？饱了。你说你这是气饱了呢，还是喝饱了？你，怎么了，小桃？睡不着啊？不习惯吗？倒也没有，只是有点担心。担心狐狸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呀，就差没有把他的名字刻在脸上了，这有什么难猜的？我确实有点担心那个死狐狸，他一直都那么没心没肺的，而且这一次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凶险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捅什么娄子。我觉得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狐狸我还是了解的，到关键时候相当靠谱。可是龙族的势力现在那么强大，连灵狐神殿他们都给攻下来了。我们这一次，小桃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你呢，应该相信狐狸，相信千峰，还有2位仙人啊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相信我自己。可是我总觉得我会拖他们后腿。这个呢，你就应该向狐狸学习了，他从来都不会胡思乱想。你最重要的是把你现在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。那你现在想做什么呢？我想做的事情，我想保护翁兰，保护大家。那我就把狐狸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我又不是他什么人。你不知道，小时候他在涂山，那叫一个惨，所有人都来欺负他。那个时候可是我在保护他呢。真的？那他小时候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说来听听呗。你真的想听？长夜漫漫，不妨八卦一下。他小时候好玩的事情可多了呢。啊。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芳心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我那么当你远行，空
荡到行囊里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。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。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。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。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。路中央，路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。